婚林是咱台湾种稻仔耕作面积上大的所在，这的居民大部分拢从事农业相关的产业。咱台湾的味，就要带你去参观上天然有机的农民市啊，做伙来去看究竟有机食材是安怎种作出来的。无全农药的，所以就较有这汤空叶仔起来夹啊烂烂有无？斗六的传统市场内底有藏着一打80年历史的羊肉料理，好食的羊肉汤，互人学老家的特质。三代传承的手工叉烧乌豆豆油，想要到阁会当做成豆油的甜点。上有特色的当然就是流鱼脆鸡咯，无食过流鱼脆鸡，莫讲你有来过婚林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